我今日嘅發言主題係發展勞動權益，提升職工獲得感、安全感同埋幸福感。作為我出任議員後嘅首次議程前發言，首先我想表達嘅係非常之榮幸能夠同主席閣下以及本屆嘅各位議員同事共事，共同為本澳未來發展努力以及貢獻。亦都非常感謝勞工界嘅選民給予我呢一次珍貴嘅機會。我特別想要去感謝嘅仲有勞工界別嘅我嘅議員前輩們，佢哋過去嘅大量工作同埋努力呢，為澳門嘅勞動範疇法律法規奠定咗基石。隨住澳門一國兩制實踐邁向新階段，居民對於高質量就業同埋美好生活更加向往。我哋睇到本澳勞動基準同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仍有較大嘅優化同埋調整空間。部分勞動基準更加係幾十年未曾調整，例如工時同埋年假自1984年至今41年未變，強制性嘅假期自1989年至今36年未有調整。產假方面，雖然最近一次勞動修法將產假嘅天數由56天延長到70天，但係同國家、周邊地區以及國際勞工公約標準仍然有差距，有必要作進一步嘅優化調整。勞動基準不僅係重要嘅勞動條件，更加係衡量一個國家同埋地區產業環境嘅重要指標。本屆政府重視發展勞動權益，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將開展研究增加年假同埋產假天數，此舉將有助提升本澳勞動基準。但係實際上，除咗年假同埋產假之外，其他勞動基準乃至整體嘅勞動法律法規均有檢討嘅必要。為此，我呢一度提出3點嘅建議。第一，係合理調整勞動基準，提升職工獲得感。政府已經委託第三方研究機構就年假及產假調升開展研究。本人希望當局盡快完成有關研究並提交社協討論，聽取勞資雙方意見，凝聚社會共識，推動立法程序得以盡快啟動，讓職工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本人更加希望當局能夠適時對於勞動法律法規進行全面系統性嘅梳理、檢討同埋完善，結合澳門勞動市場嘅實際情況同埋發展趨勢，前瞻性咁樣立法同埋修法，為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提供堅實嘅法律支撐。第二，完善職安健法律法規，提升職工安全感。國際勞工組織指出，安全同埋健康嘅工作環境係工作中嘅一個基本原則同權利，強調安全同健康係未來工作嘅核心。本人建議當局逐步完善各行業職安健相關法律法規，尤其係要完善近年日益多發嘅極端天氣之下職工上下班工作嘅指引，加大巡查同埋執法力度，消除職安健隱患，加強職安健培訓工作，提升職工安全意識同埋自我保護能力，切實保障職工健康同埋安全。第三，係加強勞資政協商，提升職工幸福感。社協係重要嘅勞資政三方協商平台，係具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具體體現，喺促進勞資關係和諧、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重要嘅作用。本人希望政府加強社協建設，充分發揮社協喺勞動制度、促進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嘅積極作用，加強溝通協調，凝聚勞資共識，妥善處理各項勞動議題，共同推動勞動權益持續發展。多謝。